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次分享嘅經文係約翰福音11章1至44節。經文雖然多，但用融合法和結構法去研讀，就會更加容易了解使徒約翰嘅心意。首先用融合法去認識經文中注目嘅詞語。經文提及嘅人物係拉撒路，事件係病死嘅人得以復活，地點係伯大尼，時間係死咗4天。為何係耶穌故意望天求告神？結果如何係拉撒路嘅復活使神得着榮耀？跟住我哋用結構法去讀有關嘅經文，請讀1至4節神嘅榮耀。 A 部分，有一個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瑪利亞和她姐姐馬大的村莊。這瑪利亞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頭髮擦他腳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2個就打發人去見耶穌，說：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神的榮耀，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請讀40至44節。神的榮耀 A 派部分。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麼？他們就把石頭挪開。耶穌舉目望天，說：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我也知道你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着的眾人，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說了這話，就大聲呼叫說：拉撒路出來！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腳裹着布，面上包着毛巾。耶穌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請讀8節。砸塊石頭使人死。B 部分。門徒說：拉比，猶太人近來要拿石頭打你，你還往哪裏去麼？請讀38至39節。挪開石頭使人活。B 派部分。耶穌又心裏悲嘆，來到墳墓前，那墳墓是個洞，有一塊石頭擋着。耶穌說：你們把石頭挪開。那死人的姐姐馬大對他說：主啊，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為他死了已經4天了。請讀11節。我去叫醒他。C 部分。耶穌說了這話，隨後對他們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請讀37節。叫這人不死。C 派部分。其中有人說：他既然開了瞎子的眼睛，豈不能叫這人不死麼？請讀21至26節。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D 部分。馬大對耶穌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神求什麼，神也必賜給你。耶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請讀28至32節。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D 派部分。馬大說了這話，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瑪利亞說：夫子來了，叫你。瑪利亞聽見了，就急忙起來，到耶穌那裏去。那時耶穌還沒有進村子，仍在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瑪利亞在家裏安慰他的猶太人，見他急忙起來出去，就跟着他，以為他要往墳墓那裏去哭。瑪利亞到了耶穌那裏，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啊，
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然後讀27節，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E 部分，馬大說：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估計讀完剛才嘅經文，大約都可以察覺到，其中有三文治式結構法喺其中，係約翰故意去表達出其中嘅中心思想係27節。呢一節係指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若不是從神而來，就沒有人能行，所以他是神。剛才嘅經文包括有比喻、白日黑夜走路宣告、睡了叫醒明說死了復活。時間係由收到消息至去到嘅時候，過了4天，正是逾越節嘅前幾日，所以耶穌應在耶路撒冷準備過節。人死了，按猶太人嘅規矩係即日安葬，最遲唔可以超過2日。地點係發生在距離耶路撒冷6里路嘅伯大尼，所以拉撒路復活嘅消息很快就可以傳返去耶路撒冷嘅政治和宗教人士知道。兩地大概步行個半小時嘅路程。經文出現一些特色，就係21和32節，馬大和瑪利亞他們都話：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是什麼意思啊？為何馬大和瑪利亞嘅回應係完全相同？其實係他們唔明白現今復活和末日復活有何分別。21和32節係表達他們兩姊妹對復活嘅事嘅理解係同樣嘅似是而非。即是耶穌定必要在病人未死之前才能阻止他死亡，才能讓他復活。按資料介紹，猶太人相信人死了之後，靈魂要歸到神那裏，肉身要歸回塵土。現在嘅猶太律法和傳統規定，在一個猶太人死後，要盡速將死者下葬，最理想係在死後當日嘅日落前，或者係最遲不超過48小時，為死者那麼快速舉行葬禮，係因為他們相信人嘅靈魂盡快歸回創造他的神那裏，那寄居嘅肉身亦同樣快速嘅歸回那用來創造他的塵土中。他們相信2天之後，死者嘅靈魂係已經離開人世間，不留在世上，就沒有復活嘅機會，最多只有如耶穌所論及的，在末日將來嘅天上復活。舊約中有關復活嘅歷史，列王紀上17章21至22節，以利亞3次伏在孩子嘅身上，求告耶和華說：耶和華我的神啊，求你使這孩子的靈魂迎入他的身體。耶和華應允以利亞的話，孩子的靈魂迎入他的身體，他就活了。路加福音8章54至55節，耶穌拉着他的手呼叫說：女兒起來吧！他的靈魂便回來，他就立刻起來了。耶穌吩咐給他東西吃，因為馬大認為主耶穌係來遲了，不是在拉撒路還在生嘅時候給他行神蹟醫治他，讓他不至於死，讓他繼續活下去。明明知道他所愛嘅人病了，也不在他未死和那死後嘅2天之內去把拉撒路救活。那時耶穌應該在聖殿和耶路撒冷地區，然而耶穌卻係遲了4天才來到，失望。28節係馬大嘅回應，不再和耶穌談下去，就回去叫他妹子瑪利亞去見耶穌，因為他覺得耶穌明明可以在2天之內到達，去救佢嘅弟弟拉撒路不死同埋復活。29至35節係瑪利亞和耶穌嘅對話，瑪利亞哭，當場嘅猶太人也哭。
耶穌心中受感，也哭了。明顯耶穌係故意遲延了4天才到達嘅，目的為要打破猶太人對死亡和復活嘅不正確觀念。他們忘記以西結書37章8至14節記載：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還沒有氣息。主對我說：人子啊，你要發預言，向風發預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息啊，要從四方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主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我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滅絕淨盡了。所以你要發預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民啊，我必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變成骸骨都可以復活，可見神嘅權能之下係沒有死亡嘅，因為在天家只有永生。神能創造亞當，利用塵土做嘅，所以骸骨復活起來，在神豈有難成的事呢？那時亞當在犯罪之後也有930歲，若不犯罪係可以永活嘅。舊約和新約初期，猶太人嘅墳墓多用洞穴，死人入洞之後係會用大石去封堵，所以耶穌要他們把石推開，眼睛望天禱告，接住大聲呼叫拉撒路出來。如果在冇石挪開時便說拉撒路出來，其中分別係在於人子耶穌嘅作為，還係神嘅作為呢？所以耶穌是先望天禱告。41節話，耶穌望天說：父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聽我，我也知道你常聽我。但我說這話是為周圍站着的眾人，叫他們信是你差了我來，之後行了這個神蹟。咁得到咩嘅果效呢？一是為神嘅榮耀，二更加激發猶太人要打他和殺他。三，大祭司話，所以預言耶穌將要替這一國死。他不但替這一國死，並要將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歸一。51至52節。四，其他政教中人卻係心眼瞎了，只知道羅馬人也要來奪我們的地土和我們的百姓。結果是他們看不見神嘅榮耀。其實當時羅馬人已經取得管治權，地土係由羅馬人分配，人民全都係服喺羅馬人手下。他們真是瞎了聾了。明明神安排彌賽亞來到，他們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今日神嘅恩典臨到，我哋可以紀念主嘅一生，由出生、成長、受試探、傳道、教訓、責備、比喻、醫病、預言、趕鬼、訓練門徒、宣告、使人復活等等。今日我們得以在一起守主吩咐，擘餅飲杯，得以分享主嘅教導，彼此提醒、扶持和建立，再認知主嘅死和復活。他吩咐我們要擘餅飲杯，並且成為他的見證人，作他的門徒，往普天下去傳福音。如此去度過每個星期就非常美好。請禱告。神啊，感謝你，
讓我們透過拉撒路嘅復活，認識你嘅大能。你可以使人死，也可以使人活，讓人嘅靈魂再次回到人嘅身軀。主啊，你真是十分嘅奇妙，一切嘅權柄和能力都在你嘅手中。也讓我們得知，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主耶穌在世時，曾吩咐我哋要傳揚你嘅福音，也要常常守主嘅聖餐，好讓你嘅大慈愛常常臨到我們眾人身上。感謝你可以在聚會中紀念你嘅死、埋葬、復活、升天、再來。讚美主，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